而家你哋嚟型車館咧，除咗可以睇二手車啊、日本車之外咧，就仲有我哋江陽機車。如果大家想揾江陽嘅車咧，都可以嚟我哋九龍區最大嘅陳列室。咁我哋都有齊晒最新款嘅江陽26年嘅車㗎啦。咁簡單同大家介紹下呢架 KRV200啊。咁佢本身咧，咁個車身就比較細架，咁佢後邊係有一個獨立嘅尾膽啦，一頂賽車頭盔咧就比較大頂嘅，咁亦都可以擺得落。其實 KRV200屬於歐洲版，台灣版叫 KRV180。雖然數字唔同，但係排氣量就一樣嘅，都係175cc， 最大馬力17匹。官方嘅耗油量咧就係1公升汽油，可以行駛33公里，7.4升油缸容量，續航力大約244公里。亦都有性價比非常高嘅 Xtime ST250，亦都有呢架江陽旗艦嘅跑樣 AK550。呢架亦都係江陽嘅熱賣車款單貪啦。呢架車咧實用性非常高嘅，佢亦都有 Traction Control 啦，賽車嘅加大碼亦都擺得落，仲有好多空位。如果大家行開土瓜灣，可以去型車館嘅江陽陳列室參觀。